被水跟发出的这个接下来呢，按照很高级的会站上，接着在塔外，请注意，由于油塘站附近轨道故障，观塘线和油塘站至南泉站的行车时间延长4分钟，往返油麻地站至故塘站的内置服务为每3分之3，往返观塘站。其他列车的行车时间也会稍微延长，不对之处敬请原谅。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請各位乘客注意，本班列車將以觀塘為尾站，乘客請在觀塘站下車，稍後下一班列車再入站。Your attention please, this train will stop at Kwun Tong Station. Passengers, please alight your train and wait for the next train. Thank you. 請各位乘客注意，本班列車將會在觀塘站停止服務，乘客請落車，稍後下班列車再入站。請注意，本班列車將在觀塘站停止服務，乘客請在此站離開車廂，稍後下班列車多謝入站。各位乘客請注意，1號月台嘅列車將以本站為終點站，車廂內嘅乘客請離開車廂，稍後下一班列車多謝入座。Your attention please, the train at platform 1 will terminate at this station. All passengers, please alight on the train. Thank you. 請注意，車廂內嘅乘客請離開車廂。車廂內嘅乘客請離開車廂。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大家早啲講啊嘛，話觀塘尾站啊嘛，又唔講未到處先至㗎。請問下緊車務。你早話俾人哋聽啊，有選擇啊。如果呢度車房，係啊係。OK， 走啦嘛。喂，OK，唔該你。
好，再见，OK，拜。